消委會就人工智能喺本港電子商務嘅應用發表研究報告，超過70%受訪者擔心網店收集過多個人資料。建議業界訂立消費者約章，包括建立有效爭議解決機制等等。大家係唔係經常睇到呢一啲信息呢？消委會發現好多嘅網店利用消費者數據，透過人工智能運算，歸納出對商家有利嘅銷售模式，但係就唔會就數據使用告知消費者。收集咗嗰啲數據之後，嗰個商家係點樣利用啲數據呢？個數據收集嗰個期間係保存幾耐呢？係會唔會係將嗰啲數據轉移到俾其他嘅用家呢？等等呢啲嘢呢，都係冇一個好清晰嘅説明俾啲消費者嘅。消委會喺上年嘅10月至到11月訪問咗1200幾個年滿15歲嘅消費者，75%嘅受訪者表示唔熟悉人工智能，74%人擔心網店收集過多個人資料。大約80%嘅受訪者期望有知情權同埋選擇權，60%人就話從來都唔會閱讀網店嘅私隱政策，認為內容冗長難明。消委會又檢視112家本地同埋非本地網店嘅私隱政策，當中大約1成嘅網店會收集一啲同交易直接關係唔大嘅數據，包括消費者嘅學歷、收入等等。只有大約40%嘅網店有告知消費者點樣拒絕提供個人資料或者瀏覽記錄。喺一個 AI 嘅世界嚟講咧，人工智能嘅世界咧，其實消費者都應該係要有得揀，我可以自己有權去選擇，我究竟參唔參與喺啲人工智能提供俾我嗰個嘅服務嗰度。差唔多大約20分鐘一個，大家都頂唔上去咁長啊嘛，係咪？亦都頂唔上啲字咁艱澀啊嘛，亦都睇唔明啊嘛，因為有好多咧寫到好法律條文。消委會建議本港業界訂立消費者約章，包括唔可以操控消費者嘅選擇，建立有效嘅爭議解決機制等等。亦都建議政府制定發展政策，並且通過教育活動提升公眾對人工智能嘅認知。無線電視記者彭榮希報導。